平安，老师平安。以前清朝有画，我咬掉，天啊！多岁？哎，平安。老太太平安。平安。天也去年也是啊，也有我输了，我呢找我嘞，冇乱呢。现在无输牛啦。是啊，袂紧的哦，是安怎？我输你嘛，我看无吃，我想问在高头门啊，高头门。啊嘞啦，啥？行起来。你这桥一个，桥卡落来。像安怎？你迄个电脑调较落来角度啊。嘿啦，咱叫天花板啊。我爱有你看天花板啊。水平啦，水平啦，你按照伊迄个水平看袂到。免看啦。啊，你好无？差不多啦，马马虎虎啦。但即马即个社会，即个等安尼，咱大家哪会欢喜啊？哎，啊，迄是谁啊？有一个521-061。唔知呢。甲问一个。我521-061，有啊，无要开啊。无要开啊！歹势啊，反。平平无起来哦。无。平平伊毋是还搁伫迄个遐？第2礼拜啊呢。防御旅馆。哎，两礼拜伫遐，敢会当讲遐敢有电脑通讲？有啊，顶礼拜有起来啊。有啊。无烂影，无看影。听遐。有啊。521-061。无听声。毋是啊。毋是。来讲，无伊啊。有啦，有伫啊。有啦。对面的电脑你袂稳哦。无烂影，讲会使你无开？开声，伊无开声。你会稳使就这。啊，袂找着伫对开啊。有这哦。我甲你送 request， 你甲按 OK 就好啊。你audio 无开，你看要搁出去搁入来无？祝我叔平安。平安，宝叔你好。平安。好呀，宝叔多谢你。
迄个敲电话来，你敲电话了，才半点钟了，阮就爱出去啊。哦，恁嘿，对啊，你这有声无？啊，即摆有啊有啊有啊，行，嗯，好啦，咱先来祈祷。主比咱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你的保守，过去即礼拜伫阮感觉县所发生的即个野火，会通得到控制，也无有介济的损伤，有几位的消防人员受伤，也求主你来看顾保守。阮也继续为着即个阮所面对的疫情来祈祷，求主你的怜悯，甲阮三个对地。也互阮济的遮的伫美国伫徛起的人，会晓对来赶喙暗来互相保护。因阮看见德国、法国疫情又搁是愈来愈严重，阮真正是需要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对地保守，也提醒阮家己爱做好家己的本分。恳求你继续来施恩阮即个土地，阮实在是欠水，求主你来赏赐阮教育的恩典来润泽即个土地，佮感谢你来带领阮来组织做伙，求主你来看顾阮每一个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阿免。恁朋友起来讲佮走去啊？来，我来分享迄个 PowerPoint 啦吼。今仔日咱对17章的第1节看到第15节啦吼。当度了，我开一个速度 ，OK， 好，来。来，基本上，今仔日个最主要的焦点是放伫帖撒罗尼迦，离开菲律宾了后，去帖撒罗尼迦进前有2个城市，了后阁有另外一个城市，所以咱大概讲4个所在，重点是放伫大概帖撒罗尼迦即个所在啦吼。无我想咱小可知影整个伊个经过的路程安尼啦吼。好，这是我用另外一个版本的地图吼，看起来较简单，较清楚小可啦吼。好，咱知影讲第2摆的行程，亚洲这个部分吼，是这个经过尔定啦吼。我来换一个色，OK， 伊这是经过尔定，所以上重要的部分是放伫咧放伫咧即个欧洲的部分，就是咱咧讲马其顿的部分啦吼。所以渡过即个乌海、爱琴海，即个部分倒手边遮，这就是马其顿，这就是马其顿，就是咱即摆咧讲欧洲，也是讲巴尔干半岛最近有咧战争的所在吼。咱大概知影即个地图的关系啦吼。今仔日要对17章的第1节看到15节啦吼，16节已经有讲到，讲伊要搁进入伫后一个目的地，迄个吼有较侪物件，所以咱留伫后壁才来讲啦吼，才来讲这个是一个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过去迄个希腊的一个真重要叫做雅典吼。咱今仔无要进入迄个部分啦吼。好。第2届行程进入伫欧洲了后，上重要的一个路站就是菲律宾啦吼。伫菲律宾的中间有较长的记载，咱拢熟悉的就是保罗甲西拉去赶鬼了，即个女婢的主人无欢喜，去甲报官，报官了因去用掠，佮去用刑。然后因伫监狱内底来唱歌吼，这个故事咱真熟啦吼。咱若讲到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即个宣告，拢会去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好，离开菲律宾了后，去到一个城市，即个城市叫做暗菲
玻璃吼，安菲玻璃啦吼。啊，咱已经几啊摆读着希腊文吼，后壁迄两字，无论是玻璃啦、玻璃啦吼，迄拢是译音的关系啦吼。但是伊拢是共一个字，叫做 polis。polis 的 city 的意思吼，所以咱已经看几啊摆，咱甲这个记起来以后，咱若看到什物玻璃啊、什物货吼，咱大概都知影。所以这个城市有伊的另外一个名吼。咱像咱前边有讲到 Neopolis 吼，啊，迄个就是一个新的城市吼，这个吼，这个叫做城市哦，是咧，这个叫做 city， 啊，这个就是伊的名啦吼，这个就是伊的名。啊，伫遮是圣经中间唯一记载，啊嘛真短，啊，着已经过安尼尔定吼。但是伊有伊的地理上的重要性，咱来看吼。这个另外一个版本吼，伊有甲这个标示起来吼。咱看保罗因离开这个菲律宾了后吼，就来到这个城市吼，来到这个城市，因这拢是挖海，你注意甲看吼，这拢是爱琴海内底一个几个真重要的港口甲城市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用这个地图看袂介清楚，我连伊去用另外一个地图咱看吼。这个暗灰的意思吼，伊是叫做围绕啦吼，围绕就讲若准讲为新城市买当用即字，但是伊是咧讲着这个城市是去互一种物件包掉的。咱连伊看另外一个地图，咱就当看清楚啊吼。所以我拄则咧讲着即两个这个是两个字所组成的吼，安尼吼 ，OK。咱就知影讲，这个头前迄个 amphi 是包围意思，包围意思吼。有啥物会包围呢？去互迄个一条河吼，叫做史推蒙斯河来甲伊包起来吼。我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吼。咱有看到这个河啊吼，伊这个河就弯安尼啦吼。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去互河包起来一个城市吼。古早咧，河城市拢有伊的意思，若毋是照地形、照地理，通常拢照啥？照人名。比如讲，咱有讲到安提阿对无？安提阿是咧纪念一个王的爸爸的名，所以伊去到什物所在，伊受着因老爸，着甲迄个所在来号做因爸爸的名咧吼。所以咱就知影吼，好。这个城市无大，咱注意来看，这个城市无大吼，所以只有经过尔定。咱知影保罗伊的习惯，就是伊有经过，伊绝对有传福音啦吼。但是伊无啥物特别的记载吼，无特别的记载。但是咱大概知影这个城市的存在吼，因圣经我有记载啦吼。伊是伫马其顿的所在，一个我爱琴海一个嘛是真重要虽然无介大，但是伊是一个商业。咱注意甲看伊下骹有一寡生产的物件，橄榄油、木材、葡萄酒、无花果、金银、甲纺织品纺织的物件咱来看伊是个商业港做主体好，伊直到1956年以后才开始有考古的发现啦吼。进前因无去发现着讲有遮尔古的物件伫迄个所在吼。了伊慢慢啊挖掘了，因就开始保存，开始来看到古早的历史吼。虽然敢若有圣经有记载，但是用真长的时间，因都无搁再去这个城市有检测有去砍掉的了后，因搁有重新发展啦吼。好，大概才好知影吼。军事的用途比商业较加伫这个城市吼，伫这个城市。好，咱大概小可讲一下就好啊吼。过来阿波罗尼亚是搁另外一个吼。咱知影吼，有足侪名甲人有关的，比如讲，咱伫犹太地叙利亚这边，耶稣带学生伫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前，甲因问讲，人讲我是治罪有无？迄个城市叫啥物城市？咱会记无？啥物菲律宾？菲律宾是咧讲犹太对无？头前迄个名就是咧讲
罗马皇帝啦。所以意思是讲吼，我即个城市吼要尊荣即个皇帝，即个咱即摆看阿波罗尼亚嘛是共款即个意思，吼，意思就是讲吼，尼亚的意思就是什么人的啦，吼，这个叫做的啦，尼亚叫做的，哦，这老鼠做歹写字的，所以这是阿波罗的啦，这个城市是阿波罗，安尼有够巴结无？吼，安做巴结的吼，伫政治上吼有足侪即种的城市，吼，就是安尼。讲这个城市是属伫阿波罗的吼。OK， 所以咱就看讲，对暗黑玻璃，伊就搁进一步来到伫遮啊。照考古来讲吼，照一个海，叫做湖，对吧吼？啊，伊是对即个所在行即个陆地，即个湖，这是湖吼，所以才有陆地，因就对安尼行过来，行来遮，然后搁后一站才来即个所在，吼，因是安尼行。啊，当初是着照因的路啦。啊，咱注意看即个地图的地形吼，伫遮你有看一个较深的色有无？这边啊吼，我甲用掉吼，咱搁来家己看者吼，遐有较深的色，较深的色表示迄个山的悬度较悬去，所以检测即边遮就较无路通好行吼。那这是咧药啦吼，所以伊就爱行即个海岸路。对遮入来安尼行，吼，这是即个考古顶悬底药讲因当初是大概安怎行吼，啊，即个路线安尼啦吼，哦，所以即个名这个 City of Apollo 吼，就是讲阿波罗的城安尼吼，啊，即个嘛毋是介大的城，你知影，伊就较往内底去啊吼，较陆地啊，但是伊是一个较重军事，有商业有军事的部分安尼吼。啊，伊就是嘛是圣经中间为伊提到的一摆伫即个所在，啊，伊是一个真重要，当初时的军事大道吼。你甲看吼，罗马帝国的军事一个道路吼，会爱经过的所在。啊，咱知影通常来讲吼，伫迄个时代吼，通常基本上拢是军事做前啦，商业做后壁啦，吼。甲什物时代啊？搁安尼呢？甲伫即个咱咧讲个殖民时期，吼，殖民时期，我之前甲咱讲过，英国到伫印度的时阵，有一个东印度公司专门对亚洲，伊拢嘛是军事先去，然后安那宣教士对咧后壁去，吼，商业啊，即个宗教伫咧后壁安尼啊，吼，基本上是安尼，所以遐个道路基本上拢军队先开垦出来，然后才成做一个通商的吼，也是讲商业甲军事做伙安尼在创安尼吼。啊，因经过遮就是嘛是一个讲经过安尼尔，还是讲可能会住一暝啊，伊就搁离开啊吼。伫遮无有真重要的代志，也是讲检测无有犹太会堂哦，这咱会通要的吼。保罗基本上会当伫一个所在留落来，遐拢有犹太会堂，伊利用犹太会堂去遐咧传福音。你注意甲看圣经来看吼，伊拢差不多是安尼。啊，有可能咱拄则看即两个所在，伊所经过，无够大甲讲犹太人伫遐有起会堂，还是安怎嘛无一定啦吼。这咱无法度解明确知影的代志，但是咱知影讲，即两个城市就是安尼敢若经过尔。啊，无有教会会设立，也是讲伊伫遐来住几若工安尼吼，所以伊即两个城市拢经过尔，啊，就其他的经文就无搁再记载啊。啊，新约圣经敢若记即个所在尔吼。好，帖撒罗尼迦哦，伊的意思是叫做 victory 吼，胜利的意思吼。啊，事实上这是一个负责人的名吼，这是一个负责人的名。啊，所以讲我正咧讲。伊真济城市是用人名吼，帖撒罗尼迦，所以你来看，伊是一个较往内底的一个城市吼。但是伊是虽然伊往足内底哦吼，但是伊这是一个天然的
真好诶港口，吼，你也看，因为伊族内底，所以伊有一个港湾诶感觉伫即个所在有无？有一个湾，吼，有一个湾，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真大诶湾，啊嘛当初是有真重要诶军事伫迄个所在。你也看伊即个地点呢，比暗菲波利、比即个尼亚波利吼，即 New City 拢较大诶湾，所以若你讲要唱海军倒位较好，当然是即个帖撒罗尼迦才较好吼。所以是一个真重要诶即个军事基地伫即个所在吼。好，保罗甲西拉离开菲律宾了后，因真重要诶后一站就是要去帖撒罗尼迦遐啦吼。啊，伫遐圣经有记载讲，有犹太人诶会堂吼，有犹太人诶会堂。啊，我拄仔讲吼，因通常拢利用犹太人诶会堂伫遐来传福音。犹太人诶会堂毋是叫做教会哦吼，有可能是犹太教咧聚会所在，但是因为遐有会堂，啊嘛有一寡犹太人，所以因会去共用，因所用迄个会堂，通常拢是伫罗马时代，咱讲公众诶即个驛池边仔有一个会堂伫迄个所在，所以迄基本上是好若亲像伫即个建筑无介普遍诶时代，啊，你若要聚会，通常就是去借用公家诶所在，吼，借用公家诶所在啊，安尼因就是用迄个会堂有足侪用途做伙啦，吼，啊，所以保罗基本上拢会去找犹太人诶会堂，然后开始伫遐传福音。因为保罗一直强调久若摆讲伊诶耶稣基督福音是要对倒位？先对犹太人开始，对无？过来尾安那到希利尼人，所以伊拢顺即个方向来咧传福音吼。啊，但是真可惜就是讲，伊见若拄着问题，拢是犹太人咧甲创治啦吼。咱今日要看着嘛是安尼吼。所以咱来看帖撒罗尼迦是偌重要，当初是伊是希腊诶第二大诶城市啦吼，第二大诶城市吼，所以伊是真重要一个城市吼，伫即个所在。啊，伊是陆路嘛是海路真重要诶所在吼。即咱大家看者，我有互咱资料吼，咱来慢慢看安尼就好啊啦吼。好啊，我拄仔讲着即个城市诶名是一个人名，一个负责人诶名，是马其顿诶将军叫做卡斯善德啊，所起诶啊，用伊即个伊诶太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诶妹妹诶名来号诶吼，所以伊用伊诶名是叫做帖撒罗尼基啦吼，啊尾啊，咱甲翻译诶名叫做帖撒罗尼迦啊，当然。咱会当知影讲吼，就是因为即个帝国战争赢，啊，伊即个妹妹号即个名，啊，即个城市嘛怎啊号即个名，咧表达因诶战争诶胜利迄个光荣。好，那亲像伫法国诶巴黎有一个叫啥物门，叫做凯旋门吼啊，共款伫迄个古早迄个时代，因拢会用即种物件。去号一个所在，还是号一个城市，用安尼吼，啊来纪念因的胜利也好，还是讲纪念即个大人物诶太太啊、小妹啦等等遮诶吼，咱大概知影即个方向啦吼。罗马政府捌甲即个马其顿统治真长诶时间吼，伫希腊了后吼，马其顿帝国了后来统治吼啊。帖撒罗尼迦当初是马其顿省，迄阵叫马其顿省，啊，第二个行政区的首府啦吼。啊，当初是第二大城伫迄个所在吼。啊，嘛是罗马帝国主要的港口，我拄则讲，甲咱分析迄个地图吼，迄个港是一个真天然真好的港啦吼。啊，伫遮罗马皇帝嘛，互因有一个自治的即个权利吼。好。OK， 咱大概小可知影即个城市伫遮，然后另外一个城市就叫做庇里亚啦吼。罗马帝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即个城市吼，一个城市啊，伊是个
帖撒罗尼迦佫落去佫一个城市，啊，当然，即个时阵因着要离开，要离开佫去到雅典的即个中间啦吼，啊，即个嘛是一个经过的所在，因为即个保罗甲西拉为着要逃避即个帖撒罗尼迦人犹太人的即个甲因迫害吼，所以因先逃走，逃走了后，拢伫即个庇里亚遮吼，啊，然后即个西拉甲提摩太留伫庇里亚，啊，保罗家己先去雅典吼。大概即个地点，咱先小可先知一下吼。伫即个所在，因为着要骗即个国民吼，要害吼。这我拄则已经讲，伫《使徒行传》17章的第10咱会当看到啦吼。然后伫庇里亚了后，吼有一个较重要的记载，就是讲因三个拢倒来遮。啊，保罗就是安尼去到啥物所在，伊就传福音吼。啊，伊就讲着庇里亚的人吼，伊有互因足好的一个乐啦吼，评语就讲因逐工拢查考圣经吼，啊，要爱来追求真理啦吼。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意思要来分辨真还是假安尼吼，有迄个真热切追求的心啦吼。啊，即个所在的人吼，伊佫讲一句话吼，佫较趣味吼，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较敖啦，吼。佫甘心来接受即个道理吼。保罗咧讲的敖，毋是讲能力，也是智慧，是因咧追求真理的即种的心吼。伊特别即个所在毋是介大的所在，嘛伫宣教中间嘛毋是介重要，但是伊伫遮有互因真悬的评价吼，伫即个所在吼。尾啊，即个犹太社区成做一个神学的研究中心啊，因为因遮的人都真特别，足爱追求，足爱研究吼，足爱知安尼吼。伫遮咱有看到讲，因中间有足侪，特别伫使徒行传记载，咱所看，我拄则已经小可咧讲伫希腊人的中间有真侪人，真热切咧追求，真渴慕即个福音，即个信仰。但是犹太基督徒却定定咧作乱啦吼。我想这互咱足深的一个提醒甲思啦吼。知影吼，保罗我拄则来讲啊，伊先去雅典来避难啦吼。伫即个过来，咱要讲雅典的时阵，讲到民间宗教的信仰即个部分吼，保罗伫遮有提到的部分，咱会过来做伙来参考啦吼。好，伫人物的典观，咱有看到讲，保罗是一个宣教的领导者，伊带领着即个西拉甲中途去招即个提摩太做伊的学生吼，然后做伙去传福音。伫这中间当然有带因做助理，嘛有咧训练的意思，真清楚。特别咱看见讲，保罗捌找西拉出去，嘛交代提摩太去牧会吼。伫即个提摩太书，咱会当看到保罗对伊的遮个教育的方式啦吼。西拉，咱会当知影，就是讲，伫第二摆要离开的时阵，因为巴拿巴甲保罗有意见吼，所以了后保罗就跟西拉做伙行吼。这咱搁一摆来恢复记忆啦，知影。伫这是伫15章所记载。提摩太是伫第二摆第一个落脚的所在特庇吼，甲即个提摩太出世的所在，伊伫遐。提摩太已经是信主啊，伊的老爸是希腊人，老母是犹太人，伊有真好的方便，保罗就甲伊收入来做学生吼。当然伫信仰顶悬，伊也认为伊是伊的囝呢吼。再来，我拄则有讲啊，保罗伊真爱去迄个犹太会堂去遐来讲道理吼，讲道理。当然，伊一方面嘛毋望遮犹太教的人会当听到福音，伊伫遐见证国外的基督，借着迄个机会，伊伫遐来传讲吼，来传讲当然，伊的目标，伊真清楚，伊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吼。所以，咱伫看伫即个保罗的宣教的路程的中间，时常会去提到安尼，有真侪敬虔的希利尼人吼，希腊的基督徒一定开始愈来愈侪，但是有当时因佫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所以因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是毋对的，
所以咱拄则看到迄个上落尾即个时阵，保罗讲到即个庇里亚的人，因安那真热切咧追求，是要爱知影这是对还是毋对吼。所以这是有因所拄着的问题，甲保罗伊伫遐咧教导圣经啊、传福音真重要的工作吼。再来，咱有看到较特别的是讲尊贵的妇人人，大概伫福音书内底，咱所看的妇人人被提起的即种的分量，无伫即个使徒行传以后会济吼。使徒行传以后会济，咱会记哩保罗伊的传福音开始外邦，伫外邦的中间，就真济是有地位的妇人人，好野的妇人人，因拢真有钱啦吼，用安那，因拢去支持一寡艺术家也好啦吼，音乐家也好啦，也是像保罗安尼真够讲的，因拢会去追求，会去甲支持。所以因遮的人嘛，诚做保罗伫宣教中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来支持伊的一群人。咱会记哩伫第16章的时阵，咱有讲到保罗甲一家人洗礼，有无？这家人洗礼，这家人是啥物人？嘛是希腊人哦。因咧卖啥物货？卖紫色布的，伊的名叫做鲁底亚因这家人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保罗伫这个宣教旅程的中间，这群人尊贵的妇人人嘛有真侪查甫人拄则圣经咱有看因伫保罗的宣教中间是足重要的角色足重要的角色好，犹太人咱拄则讲保罗拢入去伫犹太会堂，一定拄着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无拄是犹太基督徒，有真侪犹太人佫是犹太教的所以因伫即个中间有真侪的迄个冲突的产生然后较可惜的是讲，犹太人拢去招一寡匪类啦这是圣经记载匪类几啊人伊无讲是啥物人，但是你知影讲这是犹太人去招来，条工要来作乱的条工要来作乱的今年是会当讲全世界拄着上歹年冬的一年但是对洛杉矶来讲今年也真奇怪，真特别啦过去篮球安那拍着袂着冠军啦过去几冬迄落道奇队拢入季后赛就拢甲冠军无缘啦今年足奇怪，即两队拢着世界冠军啦就上尾的冠军啦你毋知影去庆祝的时阵，到尾拢安那，拢暴动啊迄内底就是有匪类几啊人借机会你知影借机会咧乱安尼所以咱会看你讲，伫即个中间伊阁有记载百姓规定自执，咱会看是讲保罗伊咧入去的时阵，伊咧传讲福音，互人感觉真特别，所以有真侪人咧追求但是即个真侪人咧自执，就知影讲我拄则已经提着讲，伫咧庆祝中间有人就趁机会咧作乱啦所以伫有咧缀规定的啦，也有伫遐咧缀咧发烧的啦你像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摆的时阵，规城的人拢伫城门口沿路咧欢迎伊，但是遮的人到尾拢安那举棕树花，嘛举手起来讲等于是会感谢安尼所以规群的群众无拄是好事啦我定定讲你若咧用群众运动你着爱做细致啦来讲水会当载船嘛会当安那冰船啦群众运动就敢若水共款来你嘛毋知伊要来伊要离开你嘛毋知啦好姚孙是伫在地咧接待保罗甲西拉的一位基督徒，伫这圣经内底也有记载伊也有记载伊伫即个内底做真好的工啦好，咱大概人物的部分会当看到讲伊阁有讲到该撒讲伊伫即个所在咧要告即个保罗的时阵，伊嘛是拢用迄个政治的名义啦讲因咧宣传另外一个王啦，讲耶稣是王啦
啊，所以遮犹太人就去告官府啦吼。这因去啊，逐所在拢会拄着即个问题。啊，你就知影帝皇时代、极权时代，哪有可能国家内底当出第二王，对无？所以因用即种方式来去要来陷害即个保罗因即个情形，也是讲即个理由安尼啦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遮所记载的故事内底，会通互咱看到讲因的用意吼，甲用意啊，甲保罗伫遐影响因真济吼，影响因真济。啊，百姓甲地方官，其实因到落尾某种程度来讲，因也拢有受到保罗传福音的影响吼。啊，过来看就是咱拄则有讲着，讲庇利亚人吼，保罗对因的讹乐其实是足悬的评价啦吼。讲因安尼逐工咧查考圣经啦吼，啊，因伫遐来追求啦吼，真甘心来接受这道理啦吼。啊，有真侪人就相信啦。当然有尊贵的妇人人，嘛有查甫袂少吼。那保罗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吼，啊，所以咱会当看讲，遮有诶真侪是真好诶外邦诶基督徒伫即个所在，啊嘛，因为安尼，所以有一群人，当保罗因拄着危险诶时阵，因就安那，因就来送因啦吼，来送因，就是有咱咧讲小可亲像咧护送，还是讲亲像咱讲即马中港吼，中国咧甲统治诶时阵，有一寡迄个命运诶运动。遮个人因需要得早，就有一寡人来甲因帮忙吼，有一寡人就因甲来帮忙来。保罗迄阵啊拄着嘛，差不多亲像安尼诶情形吼。好，咱搁倒转来讲着事件啦吼。伫即个内底，咱会当看着讲，第二届诶宣告就真清楚，福音已经正式伫迄个欧洲马其顿即个部分，啊，你会愈来愈看到就是讲。外邦的基督徒愈来愈济吼，外邦的基督徒愈来愈济吼，这是搁另外一个地图吼，咱看的，这是现代的地图啦吼，现代的地图吼，过即个所在吼，啊，伊的区域差不多伫即个所在咧说吼，伊伫讲雅典，后礼拜咱要讲雅典，然后伊搁坐船吼，转来安尼吼，大概是安尼啦，这是现代地图啦，咱小看，这个故事大概发生伫主后52年左右吼，主后52年左右。啊，咱有看到几个人物啦吼，保罗啦、西拉啦、提摩太等等遮个即个吼，有看到这所在吼，特罗亚、菲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庇利亚这个吼，咱知影这个物件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看到伊接纳这个提摩太，开始训练同工。这个真重要吼，啊，当然伫保罗要经提摩太时，伊嘛真注重啊，伊其实有一届马可的经验，所以嘛真细致吼，咧经这个吼，啊有真好的风评，然后知影伊有即个好的即个潜能会当来甲伊训练安尼吼，所以伫提摩太的身上，咱看伊讲。伊做一个较特别的代志，是保罗伊本身足反对的，就是甲行割礼。最主要原因就是讲，伊要甲差派伊倒转去伫犹太人的中间去牧会吼。所以伊为着无爱互提摩太受到遮犹太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的排斥，所以伊做即个动作吼，伊有一个伊的目的伫咧啦吼。好。当然，割礼也无有个人用安尼来讲，保罗讲的吼，说一套做一套安尼吼。但是咱知影讲，伊做遮代志有伊的考虑吼，甲伊的用意伫咧吼。咱大概知影吼。当然，伫保罗伊真坚持的部分，就是讲伊的神学是叫做因信称义啦吼，因信称义，所以。伊无认为行割礼会当得救恩啦，即个嘛伫即个《使徒行传》15章，因第一摆转来了后，即个第一届耶路撒冷大会甲 approve 即个想法吼，所以即个嘛诚做伊以后伫写伊的即个教会书信还是个人的书信中间真重要，伊咧强调的物件吼。
好啊，保罗伊嘛真注意过去伊传福音的所在，所以第二摆伊本地想要去倒转去伊已经开拓过遮的教会去行看卖啊吼。啊，但是当然是圣神不准啦吼，所以这个事件互咱知影讲，圣神有搁较大的计划，要互这个福音搁较传开阔吼，搁传开阔。所以伊就经过这乌海，这个亚细亚跨过这个马其顿吼，啊到伫欧洲吼，啊，遮咱就知影讲有这个做梦，也是讲圣神有甲启示吼。啊，伫遮咱看知影伊第二届是对路开始先行，然后搁坐船来转来吼。但是咱知影讲，伫过去大概遮个城市若毋是军事、商业吼，啊，就是即个海港吼，伊行足侪海港吼，伊行足侪海港的所在吼。啊，所以咱会当看见讲，遮拢甲马其顿咱所熟悉亚历山大地等等遮个咱所知的拢有关系啦吼。好，帖撒罗尼迦教会伊伫遐连续3个安息日，所以伊伫遮是算不离有一个长度一个时间点伫遮啦吼。所以伊伫遐甲遮人辩论，你会知影讲辩论的对象是啥物人？通常是甲犹太人啦吼，辩论吼，因为犹太人有犹太教的传统民族文化的传统，因伫迄个所在咧辩论吼。啊，伊讲到基督会受害搁活，这个对象嘛是拢是这个犹太人较占大多数吼。伊也强调耶稣是基督吼。所以伊本上伊伫这个所在所传的福音足清楚是安尼啦吼。信的人大部分是希腊人啦吼，咱拄则已经讲哩，圣经有记载吼，大部分犹太人嘛毋是讲拢无啦吼，但是讲大部分犹太人拢有犹太教的背景，所以因基本上是无接纳耶稣是基督，嘛无接纳基督耶稣会搁活吼，所以因会想办法要来反对传福音的人，当然保罗甲西拉伫即个中间啦吼。所以因用即个政治的理由，甲陷害耶稣基督共款吼。伊讲另外一个王耶稣安尼吼，所以犹太人甲非犹伊作乱啦吼。咱知影有当时吼，这咱嘛是爱来受到提醒甲思考咧吼。咱伫即个伫足侪的政治的顶悬，咱会当看见吼。拢有遮个物件，比如讲台湾政治顶悬有政党甲乌道的结连吼，这拢定定看到的物件吼。所以你若伫信仰变做宗教，宗教变做一个体制，用政治的手腕了后，就乱去吼。所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提醒啦吼。伫反省的部分就是讲，咱看去保罗咧经东工吼，伊咧栽培东工。咱伫这方面，我想嘛是需要安尼来栽培，来提醒，来受训练啦吼。最近就是讲，因为真侪教会拢用网络，台湾的教会嘛拢真侪用网络。有机会我伫拜六下晡，我就去开迄个台湾一寡教会，我轮流看吼，因的礼拜吼，我就发现讲吼，有一寡东工因伫服侍中间。你着知影讲吼，这个真正无好准备吼，无好准备啦。迄吼含念了吼，走真介济安尼啦吼。迄就是讲伫训练顶悬，感觉佫无够热啦吼。伫迄个听书，这个听书基本上是袂变的，其实是介好操练啦吼。但是讲伫这个中间呢，个人看讲，这个东工的训练真正非常重要吼。再来，咱拄则有讲着啊，保罗对甲咧敢有相同的标准吼，敢有讲一套做一套吼？我想是无啦吼，这咱嘛会当去讨论啦吼。再来想看着保罗伫帖撒罗尼迦伫遐3个主日的中间，因毋是叫主日啦吼，3个安息日的中间，伊甲遮个人咧辩论，伊用圣经做基础。咱会记保罗所谓的圣经。
毋是咱即摆咧讲诶圣经，吼，是犹太人诶经典，甲伊所知得到耶稣国活诶信息，吼，即个伊伫遐来甲因遮辩论。当然，要甲犹太人辩论，一定要用犹太诶经典甲因辩 ，OK？ 那安尼时阵，咱来思考因，咱明仔载是即个马丁路德改教诶纪念日啦，吼。啊，伫即个中间，咱来思考就是讲，马丁路德伊诶坚持啦，吼，但是讲咱咧讲诶抗议中、改革中诶一个信用诶基础，五个唯独啦，吼。啊，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啦，吼。哦，啊，这咱真清楚伫即个部分吼。啊，所以咱要安怎来用遮个成做咱的信用的反省？我想，特别是伫即个世代吼，爱真细致啦吼。我伫即几工诶伫我信内底嘛有提着讲。美国看起来是两个政党咧争论啦，吼，但是基本上你会看到讲保守主义甲自由主义，甚至伫迄个教会中间嘛分做两边，吼，自由教会甲保守教会咧支持的佫拢无共款，吼。啊，伫即个中间，咱的信仰要安怎去做判断？我想这个真重要。咱若无倒转来伫圣经的基础，无伫信仰的基础，吼，咱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要安怎去选择啦，吼。啊，咱若看到遮济个代志的时阵，咱真正倒转来伫迄个信仰的中间，吼，来思考，咱才有法度帮助咱家己，吼。好，来到遮，我来甲伊关起来。